超嘉嘉今季4歲，在姚本輝馬房5戰1勝1入位，評分52上調至58。上仗於4班沙田全天候1200米跑入一直第二後，今仗增程至1650米。續配金城剛負125磅出戰，該區於9檔出閘起步後順利移入內欄馬群包廂位置，以快步速進入最後400米，在最後200米輕鬆超越時間寶，最後在好地時間1比38.05及末段23.24以第一名過終點，在全晚較快步速下，該場以快標準時間快9線，更比同晚3班賽事快3線完成。這情況下，此區已有如此表現，極之出色。根據上述情況，此匹4歲澳洲馬今季才開始全熟期，質素不俗，相信此區評分仍有上調空間，在泥地仍有頭馬進帳，需要長期留意。有論文啊，最出係幸運同行啊！好啦，最後200米到啦，時間寶仲係佔先嘅，超嘉嘉咬到呢，一路追緊啊！再見到後邊嘅馬，出邊追有論文啊，大外檔幸運同行入邊呢，仲有呢隻幻影旋風，最後100米到啦，超嘉嘉咁啊已經將後邊嘅對手遠遠掟咧，就打開勝利之門啊！跑第2名噶嘛，埋邊係時間寶，第3呢，入邊上咗嚟慳啲位，幻影旋風啊，出邊孭重磅紫色衫追上嚟係論文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超嘉嘉咁啊嚟到香港呢，跑到第5回合啫，月程就可以將對手掟到甩晒，打開嚟香港勝利之門。今日好多隻未勝馬呢都贏馬啦，時間寶跑第2，幻影旋風呢響內欄慳咗呢，衝上嚟有冇機會第3呢？出邊呢係論文。騎師都贏馬，金城剛、超嘉嘉、姚本輝又支持呢啲客串騎師啦嚇，咁啊嚟到開壺跑第2名啦，咁啊你見到入邊嗰隻時間寶咧出閘今日都好快，幻影旋風就頂到第3喎，論文第4。